高中学生伫台顶台风非常的稳健。这3位学生分别是延平高中的学生蔡艺柔、张成儒，以及建兴高中的学生许玉芳。因伫咧经济站的台南市自由教育独立研究比赛当中，以高中生接种疫苗为主题，摕到第1名。因为当时我们主要是在研究，主要是想要探讨登革热的相关议题。然后那时候又正值就是疫情很严重，然后政府也在呼吁大家要来打疫苗。但是因为我的父母就是对让我去接种疫苗，他们就是很犹豫要不要让我去接种。那后来就是我把这个事情告诉各位队员之后，大家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我们就想说可以来讨论、来探讨这件事情，就是每个人在选择要不要接种疫苗上面是不是会有什么差异。我们认为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要发放问卷嘛，然后我们发现在打电话过去联络学校的时候，发现一直找不到人，老师一直不在，所以我们还要透过留言或者是在等下一节下课再去联络的方式才能找到老师，甚至我们是最后还出动了校长去来协助我们发放问卷，所以我们最后才能将问卷成功的发出去的。这个研究问卷以5C理论做设计。总共向全台南市20间学校发出438份的家长以及学生问卷，经过因数据化的整理、图表化的呈现，加上齐准备，才就台向大家报告。就是在整次的报告当中，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呢，就是当评审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他就是问说什么是标准差，什么是相关系数，而这个问题我刚好也会回答，所以我成功的答了出来。而他们在听到我们能够成功的回答出来后，评审们的脸上都充满了肯定，这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孩子们跟我们原先设想要做登革热的主题不一样的时候，小失落，可是有更大的高兴，就是我们一直在往让台南这个城市更健康的路上走。那这次我们配合秀丽老师的专场，他是在辅导上非常有研究的老师，我们把心理辅导用在健康防疫上，然后我们也获得很大的肯定跟支持。那未来如果还有更多这样的机会，我们愿意一起来支持更多愿意做研究的学生。那当然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小孩子他们也很勤奋、很努力。那在过程里面不厌其烦的接受我们的指导，就是说，他们要能沉得住气。其实做研究本身，其实沉得住气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教育其实很多时候都教他们要去记啊，要去背啊，因为要考试。可是做研究其实是未知，我可能还不知道答案是什么，那我需要去找答案，我需要不断的可能透过像问卷的设计，我想要了解什么，那我的研究问题是什么？那透过这个过程去找到最后的答案，那这个就会是乐趣。因研究的这个议题会当讲是非常打进即马人的生活，而且成果也是相当有参考价值。因开了要1冬的时间来研究，当中因嘛学习到新的技术，多半自我，连家长看了嘛非常的感动。我想当一个学生的家长，尤其在现代的社会底下，我们都很在意孩子们的教育跟学习。那能够有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校长，然后成立一个这么奇妙的神奇团队，跨校合作。我想建兴跟延平是2个很不一样的学校，那甚至于他们所属的区域在台南也很不相同。那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我觉得对自己的孩子来讲是很大的幸福。那在这一次，我也见识到了这个好的老师，好的这个学校的经营者，如何去建制一个学习的环境，然后让孩子们有很好的成长的空间。我想这是我们当家长最大的欣慰。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我非常谢谢杜俊兴校长以及吴秀丽老师的指导，没有他们的指导呢，不可能有这次这么好的成绩，也不会让我学到这么多东西。因此我非常感谢他们2人的指导。为了对抗新冠病毒，不止政府要努力，家长、学生还有大家也要一起站出来，共同守护健康，因为我们义不容辞。
两间学校会当安尼合作，实在是非常的难得。除了伫公共卫生政策这方面有相当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互学生会当学习到学校课程之外的内容，互因会当得到宝贵的经验。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